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心靈之道，我係賴柏宇，又係整合心理治療系列啦。咁嚟緊呢幾集呢，我就會同大家講解一下點樣處理複雜嘅情緒問題。有關嘅內容呢，都係我過去經過20幾年處理過無數複雜嘅情緒案例之後總結出嚟嘅。大家睇完之後呢，就會對於產生情緒嘅核心根源呢，係有一個透徹嘅理解，同埋知道有啲咩更全面有效嘅方法呢，係可以處理有關嘅問題嘅噃。咁首先一講到情緒呢，涉及到嘅範圍就非常之廣泛啦，包括個人嘅焦慮症、抑鬱症、驚恐症，乃至社交恐懼症等啦，仲有家人關係相處嘅問題啦，譬如話夫妻之間經常嗌霎啊，其中一方譬如丈夫出邊有外遇啊，導致到夫妻關係不和啊。仲有子女嘅情緒行為問題，而家好多細路仔咧都有自閉症、多動症、亞氏保加症，啲家長咧都真係唔知點樣處理好嘅。再加上呢幾年疫情、經濟萎縮、社會變遷、好多人移民等咧，都令到好多人產生好大壓力同埋各種嘅情緒困擾嘅噃。對於好多人嚟講咧，人生要面對一大堆似乎解決唔到嘅問題，於是乎就產生咗好多情緒嘅困擾啦。